只好老爷在朝做官告。老太婆年迈早逝，配了老爷在朝官位一在，夫妻恩爱，生了来个女一个男，查查大来，书房里向读书，对，楼台里向描弄水房，还比锅还不讨。老太婆来到屋里想起老爷实在是千丈花土。话剧拜带
替他外甥。不给带我死亡去，跟我跟你说不给接，我错，我跟你说不给接，我也好用啊。快去！讨厌屁了，公子，我跟你说我不给接，我妈妈像觉得搞火子一样的，是嘞。